强烈风台花甲沙因暗愈活风雨愈强，下暗到明仔载起是风台离台湾上界近的时阵，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加拿大宣布升入巴勒斯坦国，澳洲、英国、葡萄牙对咧承认，也若是以色列是强调讲巴勒斯坦无可能建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强烈风台花甲沙的暴风雨啊，下暗吸到台东、高雄的陆地，下暗到明仔载起离台湾上界近，风雨上强。也若是对这气象署的雨量预测来看，咱会当看出讲这东半部地区是规个紫红啊色的雨量会真惊人。也若是到明仔载日时，这雨势慢慢啊落过来西半部，不过这个东部地区依然是上界风雨上强的地区，提醒观众朋友出门都要注意安全。金门机场大厅规个空硬硬，旅客赶要伫中岛前去柜台处理票务。花甲沙风台暴风雨吸到陆地，渐渐带来风雨。航空公司嘛调整航班，华信航空为2日中昼12点后取消台湾飞离岛全部航班。日本航空嘛加12点后本岛往回离岛，加全日上山往回花莲台东的航班拢取消。23国际航空华航早起5点到中昼12点，桃园出发加降落的航班，然后也是取消。华航嘛宣布取消一个首尔仁川飞转来桃园的航班，加10个往回的航班。花甲沙风台要扫过来，气象署嘛使用飞机加机载徛伫大气探空系统，处理风台周围关键区域大气环境资料。因为花甲沙风台持续以强烈风台程度通过台湾南方巴士海峡，暗时暴风雨会陆续吸到台东、高雄，各地2日暗时会带来上大影响。目前台风的中心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南东方大约270公里的海面上哦，它正以大约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大概在明天晚上，它就会逐渐移动到台湾的东沙岛海面哦。气象署维持海陆境总缓，目前气象署预测，花甲沙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8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甚至未来强度也有增强的趋势。走这么快的台风，比较不容易把这个显著的降雨留在同一个陆地上面，但是风就不一样哈，持续的会有很明显哈。气象专家提醒，袂使收回风台带来影响，受影响的区域避免出外。目前气象署陆境区域维持台东、高雄、屏东、恒春半岛；海境的区域是台湾海峡、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加东沙岛海面，拢要加强戒备。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过到恒春半岛的风雨就加真强，尤其是这风是真惊人。恒春是靠9级风、9片，甚至是靠14级的强阵风。气象署阁警告讲，这海涌有可能会加到6米悬，千万唔通去海边佚佗。另外，因为这风雨后壁有海产鸡的生理减少70%。风雨过后，风雨增强，在新海渔港这里呢，可以看到连江9公尺的防波堤呢都有浪打过来，而在出海口的浪况也相当惊人。三山老管的爆发一条海涌冲起来，花甲沙风台暴风圈直至在41点吸到恒春半岛陆地了后，出现几摆落雨，风力阁是惊人。或者安尼渔船啊，雨风吹甲又来喊起。讲北甲已经也无法度搁北啊啦，那低度望啊啦嘿嘿。恒春强阵风上大9级，9片阁靠14级的阵风。陆风所线南环小环线波，应源超过2公尺，中向在海应变中心将对当地居民发布200以上紧急警报。事件恒春半岛沿海出现6公尺悬气象大响，海巡也在现场巡逻，禁止民众进入。礼拜规划到垦丁旅行庆生的民众，拄到风台，感觉真败兴。第一次来，就遇到台风。待在民宿。我们有就是带平板那些来追剧啊，干嘛就放松。恒平受风雨影响，敢若趁风雨变势去后壁好食饭。来往南水的船只也停入后壁好渔港，海产鸡是令人清清。的话，像是这个时间点都还是会有游客他们在用餐，对，但是像今年的情形之下，已经少非常多的客人。业者无奈生意受影响，敢若希望风台赶紧离开。恒春镇公所也准备免费的沙包提供给民众来领。
400起跳，500以内。而且发出将近500包的沙包，电工所外口也停花，山鸟怪手，闹状况随时会出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两岸的争议，有这人伫咧中国的台湾人讲，伊是想要用台湾的护照，要买中国属的航空春秋航空的机票，说是去互退票。服务人员甲伊讲，因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过春秋航空今日是搁批回讲是系统故障已经修理好势，代保证台湾护照拢会当买票。真侪人爱去美丽澳洲，过去不少台湾旅客会飞中国转机享受俗的机票，即马却传出可能有变数。有旅客分享用咱护照买中国春秋航班坐境外航班，所被通知退票原因是证件无符合。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影响应该很小吧？怎么说？很少做春秋啊。春秋是一个廉价航空嘛，当然很少做它。怎么可能呢？这个很多台商也有拿居住证的。他怎么能够不让他搭飞机呢？春秋航空是中国属的航空公司，有飞上海浦东飞台湾桃园机场的航班，也有上海飞新加坡、日本佐贺、韩国济州岛、东南亚是飞越南河内、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等地。受影响是买春秋航空为中国飞海外，包含日本、泰国、南韩等地机票。台湾、中国之间使用大保证无影响。民众问春秋航空客户得到初步回应是讲，因为一种原则。要这样子方式，那我很简单，我就不搭乘你的，我搭乘别家的嘛。也不因为你春秋航空又是廉价航空，我可以到东航、南航啊。但是政治意味会比较像一个现象是，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效应？那会还有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有些我们要从台湾飞欧洲的班机，可能从中国大陆进去，它票价会比较便宜。针对消息，陆委会初步表示，咧了解具体状况，对相关消息引起讨论。春秋航空透过公关回应，未甲政治发边，是因为系统故障，才无法度买票，一直到2日中昼已经全部恢复正常。咱的护照大保证拢用正常买票，亲像为中国要出境到第3国，都是用大保证离境；到第3国，搁用咱的护照入境。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2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正做7大工业国当中头一个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后三者澳洲、英国、葡萄牙嘛对咧承认。不过，这以色列迄边是回应讲，巴勒斯坦无可能建国。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透过 X 平台大文宣布，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嘛愿意甲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建立和平未来。正做头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7大工业国国家，尾啊澳洲甲英国嘛宣布承认。Australians want the killing to stop. Australians also, of course, don't want conflict to be brought to Australia. And Australians want the people of Palestine 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to know a future of greater hope, true security, and real peace. In the face of the growing horror in the Middle East, we are acting to keep alive the possibility of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That means a safe and secure Israel alongside a viable Palestinian state. So we are clear, this solution is not a reward for Hamas. 英加澳洲3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好亲像是大英国协成员国经过协调了后行动。比利时甲葡萄牙嘛已经做出同款的宣布。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2日欢迎这一国的承认行动，认为这是走向正义甲永久和平的必要做法。不过以色列是批评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咧威胁以色列的生存，绝对不可能实现。אנחנו נצטרך להיאבק גם באו"ם וגם בכל הזירות האחרות מול התעמולה השקרית נגדנו והקריאות להקמת מדינה פלסטינית שתסכן את קיומנו ותהווה פרס אבסורדי לטרור. הקהילה הבינלאומית תשמע מאיתנו בעניין הזה בימים הקרובים.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2日上场了后，而且法国甲其他国家原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国务院无愿意签名官员2日讲，美国真侪的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拢是伫作秀。目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至少已经有145国承认巴勒斯坦。这波承认行动毋若传达，因为以色列对加沙甲约旦河西岸攻击的不满，也会正做重新检视甲以色列关系甲施加压力的根据。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遭受几多万人行街头抗议，这政府的高层食钱。总统府附近是有大阵少年烧车链、牵石头，警方射水炮、甲催泪gases压制，有几10个人被掠去。这路拢是火车链烧甲庆祝乌烟，作罢的年轻示威者甲防暴警察加铁栏杆对立，石头管一直偏向警方，镇暴警察也用水炮、催泪弹回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日已爆发大规模反贪腐示威，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附近，超过3万人行去街路抗议官员涉嫌腐败治水、暂停经费、收回扣。Nandito kami para manawagan na tama na, sobra na. Tigilan natin ang korupsyon. 示威过程原本正和平，暗过节出现一批大部分和平的青年向警方拍石头，讲害建筑玻璃，搁在通向总统府的街桥附近放火烧一台红色轿卡车了后，冲突真悬。警方出动水炮、催泪gases，掠数10人，暗过环境有数10人受伤。这场反贪示威多是前总统马可斯宣布戒严纪念日，搁增加历史气氛。根据菲律宾财政部估算，贪腐和非国经济在2年之间损失20亿美金，各个环保团体甚至认为贡献接近180亿美金。The people are tired. The people are fed up, and the lack of government action on this very long-running issue of corruption requires people to go to the streets and express their outrage in the hope of pressuring government to actually do their jobs, to do something. 有抗议将人动办航海王机啊，化政客不是圣人口号，情形甲印尼最近社会运动正共款。面对愈来愈大海示威，总统小马可是表示，理解民众愤怒，暗过反对暴力升级。那政府无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恐也无法度平息年轻世代不满情绪。公司新闻电有人朋友。秘鲁的首都嘛有大阵少年抗议政府贪污，伫咧示威的过程当中，阁有人摕这日本版的航海王的机啊。这前一阵印尼甲尼泊尔的抗争冇人睇，这拢是显示少年世代对政府的不满甲反抗的决心。示威民众向警方冲浪等物件，警方施射催泪gases，有人向前冲，有人向后边走，现场真混乱。Jóvenes, incluso personas mayores, estamos indignados por la inseguridad, delincuencia, sicariato. Podemos ver por acá, por favor, una cantidad inmensa de policías. Bastante policías acá son únicamente para intimidar, para reprimir. 一寡少年人是受到一个叫做 Z 世代团体动员，伫市中心的广场，想要向政府警的方向山顶人游行，提出因的诉求。警方先设路障，切断附近的交通，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Hemos venido el día de hoy a reclamar, aparte por la expulsión prácticamente de Dina Boluarte, una señora que ha sido incapaz de gobernar este país y que el día de hoy. 秘鲁这马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检察总长艾斯皮诺萨不提出对几多位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甚至总统博罗阿尔特所涉嫌的几多项犯罪行为。19号全国司法委员会处停职6个月。Temo por mi vida, sí, soy un ser humano, pero eso no me llena de temor para seguir enfrentando la corrupción, porque es el juramento que hice. 示威民众讲，因对研究中的退休金改革正不满，并且要求提高薪水加改善劳动条件。工会、环保团体一个其他社运团体也表示支持。伫落一个看到日本正有名的动漫《航海王》内面代表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海贼旗。进前伫印尼加尼泊尔就直接发生这种抗争的行动，这代表全世界Z世代示威活动有跨国连结，变做一种新兴世代力量的趋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保守派的网星 Kirk 顶日被暗杀死亡，而伊伫咧红红城有一场大型的追思会，声要10万人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到场，这现场的气氛是互保守派运动愈加愈热。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农体育场日益举办保守派青年运动家歌剧追思会，63000人的集会专版，加上附近地理会场，总计有10万名的支持者参加。因穿国旗配色的服装，行阮是绿茶、中心良铺等标语。现场充满宗教气氛，歌剧回上埃瑞卡中场的时，几摆后田引用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话，原谅刺杀红塞凶嫌，表示受训的答案都是无以受训来回应。That man, that young man,
I forgive him. 国土安全部以美式卡球超级杯同款的相关顶级改避为案，现场保守派正常名流组织。川普甲已经拍拍感情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搁一摆做回讲话。川普伫台顶俄罗瓜克这位少年政治家的名友是抱着相关使命的传道者，肯定伊创立的美国专利点青年组织，为保守派贡献真济，也批评民主党的激进左派煽动政治暴力，希望凶险放破激情。He did not hate his opponents. He wanted the best for them. That's where I disagreed with Charlie. I hate my opponent, and I don't want the best for them. I'm sorry. 典礼最后，川普伫舞台顶揽着咧口的歌曲威霜，艾瑞克也会继承因翁的位置，担任美国专利点的执行长。几啊间的媒体甲网络专程直播这场追思会会场外口，卖歌曲 T-shirt 甲免价，互美国搁一摆伟大纪念品的打非常理真好。规个活动互共和党高层甲各会保守势力紧密结合，为美国保守运动注入更较强大的力量。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美国头一个用海岸边的海用发电的计划，伫咧洛杉矶港启用，引发各国的关注。除了美国，咱台湾也有葡萄牙、印度拢有类似的试验。咱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咧洛杉矶的报道。经过将近2年审核甲环境影响评估连续繁琐定数，美国第一个由业者甲非营利组织合作推动的基岸波隆零发电试验计划，最后伫洛杉矶港这个旧港区启用。目前发电功率也阁真有限，差不多敢若用提供100家庭来用电。技术开发业者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扩大规模。There is the big breakwater of the port of LA and Long Beach, which is about 8 miles. And on 8 miles, we can install potentially up to 60 megawatts of power, which is around 60,000 households. 波隆零发电有真侪形式，这种是利用海顶的那小大浮筒，照海影上下推动活碳，将一颗球照光线推入陆地顶悬的钢板，增加压力，进一步让摩打转起来产生清洁电力。对追求零排放目标的洛杉矶港区来讲，应讲是选项之一。之所以来这里，一方面是想了解波浪能计划的可行性和效益，更想透过近距离接触，能够听听波浪能发电所造成的声响，以及设备对于海岸景观所造成的影响。台湾的学术界也在研发波浪零设备，苏澳港区无偌久之前也设出波浪发电试验场型，提供能源业者乘坐测试。咱伫洛杉矶也看到台湾业者派人来遮观摩。其实我们有注意到，尤其是他们这一组设备，在不仅是加强跟保护堤防的结构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加上，因为他们是设置在岸上，所以在安装跟维运的部分其实都非常的快速跟方便。在工程技术面的部分，我们当然也要选择如何符合台湾的地形条件跟海象。公司国际记者张涵，美国洛杉矶报道。法国这几年集团旅游当兴，亲像芳船伫咧海边慢慢啊驶，还佫有录影无用电，除了会当亲近大自然，嘛会当甲亲戚朋友联络感情。De Saint-Raphaël, de belle aventure, belle aventure. On est paré pour le départ. 即马这个社会真侪代志拢要求爱有效率，不过有一寡人即马开始过慢活的生活。这台度假自法国圣拉斐尔港出发的动力航船，要驶过地中海去科西嘉岛，规个航程无远。不过这台航船是要驶15到20点钟，互游客伫咧船顶困一暗才到位。You get a bit bored in regular transport. Flying's faster, sure, but I try and avoid planes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s. 每年4月到10月，地中海的风影平静，天气好，是正赞的旅游季节。这座漫游者航船伫驶到半路时阵，有一半时间会甲引领关起来，用风帆带动船慢慢啊驶，等到上原始的航海方式。若步调慢，也当减少碳卡量。平均一位游客只敢若用无到5公升的柴油，比飞机加渡轮减80%的碳排。若是风影平静的时阵，就是互游客落去耍的上好的时阵。虽然会当看到美丽的海岸、海都、海龟，不过也会看到真侪粪扫。根据联合国的资料，地中海逐天拢有730吨的塑胶粪扫伫咧污染美丽的海洋。We'd rather not find it. Better to spot fin whales.
另外，法国这么也流行无插电山南旅游，无插电就是手机藏内，无网络，无现代生活所需要的电，困布棚，用山泉水洗身躯，点茶倒火煮饭，等到原始的生活。像这团有25个人，困伫咧布棚内，困到半暝，一怪2个人一组，轮流守伫咧萤火边1点钟。伫咧遮困之前，唔是摕手机看影片，是听野外唐球。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2025年台湾世界展办伫彰化，除了有官方规划展区，毛一店在地青年主动办展览甲食食的体验活动，希望是用在地角度，互民众感受彰化迷人所在。有珍珠蚵仔风味的甜露，羊奶做的 cheese， 嘛有结合手机设计解谜游戏。今年台湾世界展伫彰化举办，有在地青年团体自发性发起响应，伫世界展期间规划展览、食食体验等等的活动。我会伫高滨街内面做一个展览，是甲红丸有关系。咱就介绍红丸的就甲物产，比如讲羊肉，比如讲辣啊，各式各样的就甲物产。我是一个科技的团队，然后即个我就甲有设计、甲导览的团队做伙合作。上特别的所在，毋是干带大家去食物件，我阁有结合手机。然后实境解谜游戏，带大家发现无同款的彰化哦。这边的在地团体响应有4个组织，计共17个单位，有的人是养殖业、农业的第2代，有的家己创业，拢是伫彰化打拼真侪年的青年。因也指出，彰化因为产业结构的关系，少年人要创业也是做在地创新，拢真困难。因希望透过自发性的响应，证明设计毋是包装尔尔，是会当行入生活、产业带来改变的。少年人比较重视的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啊，或者是影音产业，但在彰化在这种创意人才上面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在彰化，阮在彰化的团队就把它集结不同的专业工作者，大家一起合作。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再生。在地团体表示，彰化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为主。这边台湾世界展伫彰化举办，伊嘛希望毋是干那表面好看，更加爱顾到地方的需求，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带动彰化设计甲文创产业的发展。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